我用呢個 app 唔使1分鐘就做到想要嘅圖同影片，仲可以賺積分，幫補我呢啲創作者。喺呢個網站入邊有大量提示詞，好似 GPT Image 2.0、Cadence 2.0提示詞同模板。只要係網站點擊圖片做參考，就可以即刻做到想要嘅圖同影片，唔使揾嚟揾去。重點係有大量中文素材、爆款影片同創作者提供嘅唔同種類提示詞，無論係幾千萬流量嘅爆款貓片，到電商廣告、IG 貼文都可以輕易做出嚟。你仲可以喺平台建立自己嘅創作者檔案，增加曝光率同賺積分。譬如分享唔同嘅創作 template、教學提示詞、AI skills 等等，自定售賣價格。咁你就可以賺取積分去用嚟 gen 圖同 gen 片，或者用積分支持其他創作者去交換各種 AI 資源。雖然我都會喺 IG 同 Threads 分享教學，但一嚟太多競爭，二嚟未必即時接觸到用 AI 同學 AI 嘅用戶。咁呢個平台就好適合創作者可以分享俾有需要嘅人，仲要可以賺到積分用得到，又有多個引流渠道，即係一物幾用咯。留言 A 發你連結去試玩啦。